中央大學甲2008年由樂林天文台發現編號777-0100號的這小行星，正式來改號名做黃春明小行星。希望大家看到這粒小行星的時陣，也會當想到台灣文學家對這片土地的貢獻。這有效，絕對有效啦！後世大紅啊，這出電影記錄1960年代到1970年代台灣第一站人物的故事。這是台灣鄉土文學家黃春明的小說。黃春明今年90歲，來自基南羅東，對台灣文學貢獻真大。除了後世大紅啊，另個的滋味，還有三人喜約再會，攏是伊的作品。阿公照顧我跟弟弟，他走的時候我還沒有乖嘛，很少人這樣子這麼乖。但是我的阿公不知道我今天已經改變過來了，很乖了。阿公我無病不愛去。黃春明是阿公帶大漢的，但是伊細漢和阿公真操煩，所以希望和天頂的阿公分享，因為今仔日對伊來講是一個重要的日子。中央大學為着要表揚黃春明對台灣文學的貢獻，甲2008年發現的編號777-0100號小行星，正式號名做黃春明小行星。到目前跟台灣文學比較有關的大概是三位左右。我覺得台灣文學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哈，所以我們未來也會看看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增加台灣文學家的命名的這樣子的數量。聽說那個師母在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就用《小星星一閃一閃亮晶晶》這首歌，馬上即興的祝福了一下嘛。有一顆星叫黃春明，掛在天空放光明。中央大學在2006年推動樂林巡天計劃以來，已經發現超過800粒的小行星。除了黃春明小行星，也捌用真理號、賴號、井吊井這3位台灣文學家來號名。中央大學希望大家看到小行星的時，唔那干那看到科學成就，也當看到屬於台灣這片土地文學甲力量。記者戴亞宣林曉凱台北報道。